老板，今儿怎么有空过来了？苏掌柜的，哎，我那布卖的怎么样？好啊！现在呢，有身份的人都在买您这布，说这颜色好，布有瓷实，这飞虎牌一下子就叫开喽。哎，你那虞美人退没退？退了，可就是款还没拿到。听说外婆有的地方也都在退货，我得到消息早啊，立马告诉我天津的四弟。你猜怎么着？他早退了，钱都拿到手了。好，那回见，苏老板。回见。你去准备一下，发给天津300件虞美人，我要让它全面开花。这事儿让金彪盯着办。往南嘛，沈小姐就在南京，咱得让她知道这个事儿，给南京发200件，告诉南京外庄，不能往前走了。如果镇江、无锡、苏州、常州出现虞美人，你就跟南京外庄老马讲，不要再回来了。这事儿你可派人盯着干啊！回来之后，你告诉老吴，就说南京的客商跟我磨叽好几天了，想做飞虎牌的南京总办理。那这样吧，给他100件，条件也是同样的，不能卖出南京。合同也不能签长了，就签3个月。如果要是卖出南京，保证金不退，当时取消总办理资格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林祥荣能在报纸上骂咱为什么不能同步进上海？家驹，干买卖能怄气吗？小姐，您要点什么？有虞美人牌的花布吗？韩虞美人呐，早退了，现在讨饭的才算虞美人。小姐，你跟我开玩笑呢吧？那有什么牌子的？新牌子，飞虎牌的，济南出的，这些花样全是新的，刚从德国刻回来的版。人家不像虞美人，一个版用好几年。这布印得好，布也厚，很好的。小姐，这些天报纸登的全是飞虎戏美人的故事，你不知道吧？这红剧染厂的老板叫陈寿亭，原来是个讨饭的。那飞虎牌的一共有几个花色？8种，你要哪一种？8种。那每种给我来3张。小姐，您要这么多布干什么？我要把窗帘、床单全换成飞虎牌的。董事长，各地都在拼命的退货，要求我们还回货款。这几天，我们的几个外庄经理都被当地的店铺的人给打了，咱得赶紧想个解决的办法出来啊！太可怕了，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子去做。董事长，眼下的事态再不加以制止，后果将不堪设想啊！陈寿亭骗走的虞美人和他自己的飞虎牌同时到达了南京。过去经销咱们产品的南京总办理，现在是人家飞虎牌的总办理了。董事长，南京离上海太近了，上海的6大棉布行的经理们现在都到了济南。如果咱们再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，过不了几天他就会打到上海来的。董事长，情况紧急呀！他想干什么？不光是上海，现在镇江、苏州一线的棉布商们也都到达了济南。山东的周经理打来电报，说那帮人现在都在那等着，争着要拿到飞虎牌的总经销权呢。董事长，这事儿不能再拖了，咱们应该先退款，赶紧用好布印制，把拉长机的拉力减回来，把咱们的牌子改成绝代虞美人。如果咱们再这样拖下去的话，正像人报上说的，飞虎戏美人了。这个陈寿亭真是太结棍了。赵东初多次来电，叫我把布运回来，我大意了。他劝了我好多次，我都没有把他当人看。没想到他竟然跟我们林家作对。可是我总是用硬的办法去压服他。我现在脑子里乱得很。孙先生，你先去退款，叫我好好想一想。我们不能就这样输给他，事情还没有结束。
喂，林公馆吗？哎，赶紧让老爷接个电话。谁啊？我是你爸爸，你马上给我滚回来！一件事情花这么长时间都没处理好，抓紧回来！伯清，阿荣被那个无赖耍了，本身也很着急，来了以后想想怎么办，不要太难为他了。谁是无赖啊？陈寿亭是无赖，还是阿荣无赖啊？人家几次要他到济南去把布提回来，有这样的无赖吗？是他自己自作聪明，一会儿让吴其川去查人家的账，一会儿又在报纸上败坏人家的名誉。要是换了我，哼，我比陈寿亭报复的还要厉害。不要认为我们林家早经商几天就把自己总看作是最正宗的商人，把人家都看成暴发户，这样不好啊！好了好了，消消气啊，来坐下休息会儿。妈妈，阿荣回来了。哎，爸爸，我已经叫孙先生开始退款，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哼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。你丢了那8000件布，我没有说你，可是你为什么还到报上去骂人家？自作聪明。你在报纸上把人家骂成是无赖啊，还要嘲笑人家原来是个讨饭的。哎，讨饭的又怎么了？讨饭的就不能开染厂了？我爷爷就讨过饭的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自己说，这件事怎么收场？从你爷爷那辈起，好不容易创下了虞美人这块牌子，你知道这块牌子值多少钱呐？现在还只是在国内，要是这个消息传到南洋去，你说我们的生意还怎么做呀？爸爸，我们能不能告他扰乱市场？你放屁！人家在报纸上写的明明白白，是你自己1块钱一件卖给人家的，那不是尿不是什么？还要不服气？哼，扰乱市场！我看扰乱市场的就是你。你是在家里有话好好说，别让下人听见。坐下。你去找找赵东初，看看他还有什么法子吧。我再给苗汉东写封信，让他劝劝陈寿亭。我林伯清一生谨小慎微，没想到养出你这么个东西。你倒是没讨过饭，你倒是上过学的，可是我看你还不如个讨饭的。爸爸，那我们是不是去找一找黄金荣和杜月笙他们？他们在山东济南也是有弟子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想到，你怎么这么下贱！黄金荣、杜月笙是什么人呐？是地痞流氓。我们是什么人呐？我们是堂堂大上海的商业家。做生意有个闪失，这不算什么。你怎么能想出这种办法来？亏你还是个读过书的人，我看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你给我滚！我不叫你不许回来。爸爸，是我叫你失望了，是我做的不好。你怎么对儿子发这么大的火？有话好好说嘛。
他呀，总是坏我的事儿。怎么了？我好不容易让苗先生说服了陈寿亭和赵东初，让他们买我们厂出的布，这样我们在山东就有了2个固定的大客户。哦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到报上去骂人家。哎，你让人家苗先生还怎么说话？你应该把你的想法告诉阿荣，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嘛。啊，他都4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还要我们教他怎么走路啊？伯清，刚才你不是说要给苗先生写信吗？那再费心写一封吧，你的面子还是有的。苗先生虽然很高傲，我看他对你蛮尊敬的。你不知道，上回他来信啊，已经在转弯抹角的挖苦我了。他说谢家宝树偶有黄叶，青葱俊骥，小疵难免。现在阿荣又不跟人家搞成了这个样子，你说我怎么措辞？你总是有办法的。我有什么办法？谁让我生这个宝贝儿子？唉，你看看，人家陈寿亭啊，都说他性子急，可是他那个飞虎牌啊，到了南京就再也不往上海来了。这是做什么？这就是给了我们面子啊，也可能是给苗先生的面子。陈寿亭要是一怒之下进了上海，哈哈，2分钱1丈布，虞美人满天飞，我们林家几代人的心血全都毁了。好，消消气，来写吧，我替你研墨。这个陈六子厉害呀！林家从大清朝就开始做生意，祖上曾经跟胡雪岩共过事，连这样的买卖家都扛不过他陈六子。厉害呀，陈六子！有德，陈六子就在济南，离我们太近，我怕产品一上市，一场争斗在所难免。我现在就是还没有想清楚，是除掉他还是躲着他。爸，我看还是给藤井打个电报，让他来一趟，咱们一块商量商量。藤井没有什么办法，他在青岛跟陈六子斗那么多年，也没斗过陈六子，更别说现在是在济南了。咱让藤井断了陈六子的批布，给他来个釜底抽薪。这个办法我也想过。只是3元和红炬加起来批布的用量太大，我怕藤井不肯放弃自己的交易。我看差不多。爸，你想啊，藤井要不是为了打垮山东的印染行业，能和咱合伙吗？他是把他的帝国利益放在第一位。咱又这样给他讲，陈六子和3元的发展妨碍日本产品在山东的扩散，我觉得藤井会答应的。这样说是可以啊，不过现在形势有点不太妙。前2天就有一个日本浪人在高岛屋跟前被人劈了，这个时候跟藤井交往频繁，安全是个问题。那个浪人大白天冲着学校撒尿，当时学生们正在放学，男生女生都有。我看那个浪人也是找死，小心为妙。爸。藤井虽然有政府的背景，但是毕竟还是以商人的面目出现。咱和他的交易只不过是民间的交易，这不能说明什么。生意人嘛，以盈利作为最终目的，顾虑太多没有必要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应该向陈六子学，他就不怕林家的气势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学他这种蛮干，你说呢，爸？也是啊。我们一定要掐断陈六子和3元批布的来源。爸，我还有一招，既干净又利索。咱们花钱找一下白志生、钱世恒他们。有德，咱们家是律师出身，犯法的事咱千万不能干。再说了，那2个人真要是帮助咱们办了这件事，他会敲诈咱们一辈子。有德。这种想法可千万不能再有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
两害相权取其轻吧。太太，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报纸我看了，我六哥啊真有一套。哎，我就知道那姓林的肯定抵不过我六哥。月嫂，先不说我六哥，就是我那六嫂，也和别人不一样。是吗？哎，对了，太太的嫂嫂什么时候来南京呢？快了，信我已经发出去了。我想他收到信以后，很快就能过来了。太好了。莲姨，哎，成鹤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莲姨啊，你今天把窗帘都换了啊？哟，这桌布也换了啊？你知道这都是什么牌子的布吗？飞虎牌的。我六哥把林祥荣彻底打败了。看你高兴的，这些我已经在报纸上看了很多次了，再加上记者的一些演绎，都快成评书了。哎，这商业啊，真有意思。哦，对了，元一，你今天去买布了？嗨，这种事情让月嫂去就行了。你现在怀着我们的小宝宝，千万不能乱跑啊！长鹤，你真该去商店看看，现在南京的布店里啊，全是咱六哥的布。哎，待会儿你到楼上去看看，我把床单也换成飞虎牌的了。元一啊，你知道你在《飞虎戏美人》这出戏里演的什么角色吗？这里面哪有我啊？你是一个通风报信的小特务。特务？要不是你把报纸寄给六哥，他会反应那么快？要知道，江南日报北方可没有。那照你这么一说，我多少还有点功。那是，而且是大功。我看林祥荣他老爹是撑不住了，今天下午派人来送信，说是让我谢谢六哥，没有指导他上海的老巢，还说六哥给他留足了面子，反正都是些客气话，我就没带回来。他现在知道了，我倒是觉得他早该劝劝自己的儿子了。你也有功，来，为六哥有你这么一位好妹夫啊，敬你一杯。也为他有一个好妹妹。老刘，回来！老刘，红炬染厂是你家的？掌柜的，什么事我干的不是地方了？我昨天就让文琪跟你交代过，车间里正在玩命的干，让你烧饭的时候多放肉少放菜。你说200多人吃饭，你就买这么点肉，工人们吃不好能高兴吗？啊？你说吃点肉有什么呀？工人们要是高兴了，加班加点的干，8片的猪肉都回来了。掌柜的，这半片的肉就不少了，我要是多放了，你嘴上不说，心里会骂我的。放屁！你这熊毛病也不是1天了。在青岛的时候，我让你炖鱼，你买了那么几条鱼，炖上3锅汤，弄得满场子都是鱼腥味儿，就找不着鱼在哪。工人们嘴上不说，心里都在埋怨，还以为是我让你这么干的呢。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啊，怎么整天惦记着回我？我要不看你比我大2岁，我真想一脚踹死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每天2片猪肉啊。你看你做那饭，清汤寡水的，没滋没味的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去买肉去！哦，是，快去！掌柜的，哎，老吴啊，有事儿？掌柜的，自家模板染厂登报招工了。啊，我想呢，让文曲报名去。别让文琪去了，他是个孩子，我怕他有个闪失，对不起你哥。还是王长庚吧，当年咱办孙明祖就是他下的去。掌柜的，这长庚啊开始管车间了。再说呢，这干染厂的差不多都知道长庚是咱们的伙计。要是让自家认出来了，那就麻烦了。是啊，长庚也老了，咱们这些伙计跟着我从青岛到济南，没过上1天舒心的日子，东拼西杀的。老吴啊，我看自家的事先放一放，
我这脑子这2天全是姓林的，等咱办完了姓林的这小子，再说资家。哎，还有，咱们别等到过年了，8月15就给伙计们发一回喜面，啊。掌柜的，咱们厂对工人真不错呀。这3元染厂在济南算是不错的了。您是不知道，现在很多人托我想进咱们厂的。行，就这么定了吧，别让文琪去了。咱做买卖不能打发一个孩子到狼窝去探信儿。我估摸着资家一时半会儿也成不了事儿。要是没有藤井啊，资家可以暂时都不用管他去。这藤井的布这2天又降下去了，他一会儿降一会儿涨上去的，咱还真搞不懂他想干什么。咱下一步得从上海进批布了。我现在是想如何通过和姓林的这一战，让上海的那些纺织厂啊求着咱买他的布，让他按照咱们的标准织。哎，亲家，哎哥，这模范染厂招工人呢。我知道。哎，你不是嫌这祖小儿书没出息吗？咱也去试试。这说不定在工厂里啊是个好活计。人家说了是要有经验的工人，咱又没干过那一行。你怎么这么实在啊？这济南才多大的地儿，这光染厂就好几家，哪儿找这么多有经验的工人啊？再说咱俩都识字儿，说不定到那儿啊干不了啥重活。要不咱去试试？走，说去就去，收拾。你出去吧，不叫你别进来。爸，有德啊，咱们厂照这个建法，秋后就能开工。现在机器已在青岛，正在联络往济南运。这次招工广告登出去以后呢，来找我的人很多。我看了一下，净些个少爷高子，没几个能用的。你能不能联络赵家，请几个好的来？李万奇当经理实行，上机器也行，只是他一个人玩不转。爸，现在赵东初还有卢家驹他们都不接我电话，我看还是你出面找苗汉东，让他帮帮忙。咱没行下春风，望不来秋雨啊，指望谁都不行。咱们还是找几个，让李万奇慢慢的教。要不你再试着找陈六子。陈六子的技工是他花大钱从上海请来的，他绝对不会借给咱们。是不是他们想联合起来对付咱？我也这么想啊，咱们不能让他们2个厂联合起来对付咱们，得想办法让他们2个先打起来，咱们拉其中一个打另外一个，先打败第一个，再收拾第2个，分而治之，最后全面歼灭。等到咱们的厂建起来以后呢，看看能不能让陈六子惹上官司。只要把他拖进官司里，那就好办了。我看这招准行。这陈六子干染厂内行，打官司可就外行了吧？三弟啊，还生我气了？嗨，算了吧，你哥都快50了，也是不容易啊。你还得去一趟，去找一下你六哥，让他派2个伙计来，先让咱让印花机转起来。现在到红聚提货的人呐，都快挤破了门，在他厂里提不到货的，都跑到咱厂里来。你六哥特别喜欢你，你要去了，他不好说什么。我看还是你自己去吧。老三，我大哥，当初六哥开始印布之前，来和咱打过招呼，说花布的好行市马上就来，让咱一块儿印。我记得你当时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气得人家一摔门就走了。哦，现在看人家花布买疯了，飞虎牌也成了最有名的牌子，咱又想起印布来了。你现在去请伙计也是人家的伙计，这不是抢人家买卖吗？哎呀，当初我不是没想到他能来这一手吗？哪一手啊？人家说了让咱一块儿印，
说用不了几天，提货的就会自动上门。你说人家说梦话？哈，老三，要不然这样，你再去趟上海，再把那些工人请回来。你说什么？去上海请人？那些人临走的时候都给咱跪下了，你死活不让留。别找了，那些人全在六哥那儿呢。六哥把他们都派到了天津。天津？去天津干什么呀？开部印染厂让六哥买下了。什么？当初开部要价那么低，全套的罗兰印花机只卖个废铁的价钱，可你死活不让进。大哥，我知道，你打心眼里就瞧不起六哥，你觉得人家是个要饭的。不错，六哥是要过饭，可这个要饭的现在雇着英国的2个留学生当厂长。你知道这俩厂长现在拿多少工钱吗？倒着得4-6分成，六哥拿4，他们拿6。这样的事你做不出来吧，大哥？六哥甚至连个账房都不往天津派，这是多大的信任呢？周涛飞、丁文东面对这样的东家，能不玩命的干吗？六哥也看不懂《资治通鉴》，你瞧瞧人家这用人的方法，来了济南才几天就干出这么大的事情来。可咱呢？咱这么多年3元染厂有什么发展？好了，大哥，咱爹死得早，赵家门里就咱们俩，咱们还是分开干吧。开部染厂，不是让苗汉东卖去了吗？大哥，你整天3国不离手，一会儿一个计，一会儿一个招的，我就纳闷了，你怎么没看出六哥这一计？六哥料定了，咱不肯要开部，所以他也说不要。开部在绝路上的时候，苗哥出现了，开部算是一眼看见了救星。4台24英尺的罗兰印花机才7万块钱，大哥，这才是计。明哲保身、隔岸观火那些烂计，永远也成不了大事。刘哥，现在飞虎牌卖得这么疯的，我看这2个月咱们就先打这个牌子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的货不能和红居的货对冲，咱们的销货半径应该是东到唐山，南到德州，北到北平、大同、太原和山西全境。您觉得呢？行，你告诉我销到哪儿就行。具体是貂蝉牌还是飞虎牌，你们俩看着办，根本用不着来问我。还有个事儿，六哥。老开部欠工人们的钱，咱们今儿都给他还清了。我有个想法，也和文东商量过了，但还得您拿主意。有什么想法，只要你们俩觉得行啊，就这么办，根本用不着来问我。我是常年在济南，天津1年也来不了几趟。你要是大事小事都问我，什么事都给耽误了。涛飞，你刚才说有什么想法？说。六哥，涛飞的意思是说呢，开部染厂开了这么长时间。经营的效果一直很不好，工人的工钱也很低。咱把这个厂接过来，要让工人感觉到和以前不一样。涛飞想给工人加大工钱，这样的事情必须得经过您同意。涛飞是想借董事长的名义出一个告示，这样也可以把董事长的威信树起来。这工钱呢，一定得涨。你看看以前那个厂给弄啊。堂堂高级印花工拿的钱跟泥瓦匠差不多，这不行。涛飞啊，涨！技术好的、干得好的要多涨，但是不要以我的名义涨。兄弟，咱这厂子跟一个国差不多，乍一改朝换代，工人们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。所以这天津啊，以后我还是少来，尽量不来，就以你的名义出告示涨钱，今天就涨。哎。这8月15快到了，咱每人给他发一个厚肘子，不管是扫地的还是看门的，一人发一个，来点实惠的啊！涛飞兄弟，你没过过穷日子，你不知道啊。这工人呢，
你就发给他钱，他也舍不得买肉吃。咱干脆啊，直接发个猪后腿，他手里端的碗里全是肉，心里能不想着咱？这工人要是来了劲，心里想着工厂啊，他就会玩命的干，少出废品，多干活，省下来那个钱呢，比咱发给他的要多得多。就这么办。是这样，六哥，可这事儿由我出面，是不是不大合适？这工厂谁是东家？我是东家呀。我说合适就合适，工人认识你，他不认识我呀。要是你给工人涨了钱，你就会有威信，你说的话工人就能听。那好，就按六哥的意思办。六哥，那您还是派个账房来，这样好一些。我派账房干什么？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一切都按你的意思办，根本就不用来问我。等咱们买卖好了，挣了钱，你们俩一人弄辆汽车开着，这样才对得起你们留学生厂长的身份啊！就这么着。涛飞啊，这开埠是个很好的厂子，可这好厂子得分在什么人手里。同样是中国，唐朝这么盛，清朝就那么穷，这不就是人弄的吗？我要不是上一趟来天津，看到你们弟兄俩的人品和能力啊，我才不会买开埠呢。老弟，放开手干吧，别在东家伙计的分得这么清了。你要真的那样啊，你就辜负你六哥的一番心意喽。哎，文东，哎，我得有话在前啊，买车子不能买小日本的车。你想啊，你开着日本车，旁边坐一日本媳妇儿，不明白的人一看，哟，这陈六子真能啊，雇一日本鬼子给他当厂长。快点做啊！快！你们这边也快一点！快一点！快！白师傅，我的布什么时候做啊？啊，放心吧，来的朋友啊，全都有货。白师傅，这飞虎牌的布真是叫得响啊！大家好，大家早啊！文琪，文琪，哎，老吴，文琪呢？掌柜的，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啊。怎么了？我让文琪到自家染厂去了。这事儿不都说算了吗？掌柜的，这些年我跟着你啊，也没出多大力气，尽是分红。好歹有个事儿吧，也算让文琪啊去历练历练，替咱们厂出点力气。再说了，这自家背后有藤井，咱不能不防啊。那这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咱们说过以后，第二天我就让文琪去考了。这自家招人很严，文琪去了3次才算是给验住了。他们都让文琪干什么呀？这还不太清楚。我觉着文琪认字儿下不了什么大力气。掌柜的，只要他们厂有咱的人，咱就会知道他自家在干什么。最起码他印多少布，咱会知道吧？先看看再说吧。哎，他们要是让文琪干脏活累活，你马上就把文琪给我叫回来。文琪还是个孩子，我怕他撑不住。老吴，去把账本拿来，咱们对对账。哎。喂，哪一位？我陈寿亭。哟，六弟啊，底气挺足啊。嗨，苗哥，啊，挺好的吧？哎，俺嫂子说那天津18街的麻花怎么样？还行？行，我也吃了半根儿。哎，凌波京让人捎来一封信，谢你没把那些个烂布给弄到上海去，他很领情。看来你给我商量那一套还真行啊！啊，哦，他想到济南来见见你，顺便和你谈谈，以后啊就让你买他的批布，你看能让他来吗？那你让他来吧。这样，我拾掇厂里那点烂事儿，我就到你那去，你好给我指划指划。你这是在耍你老哥哥呀？你精得跟猴似的，还用得着我指划吗？好，我沏好了茶，等着你啊。哎，
少廷啊，这个凌伯清是个人物啊，他那个象棋下得相当的好，也是惯用巡河炮，那真是沿河18打。哎，我看你我谁也顶不住他呀。你觉得你那个张店的巡河炮有一套是吧？你要是和凌伯清比起来呀，那你简直就是一门土炮，根本顶不住。哎呀，老弟啊，凌伯清是一个不错的商人，人也正直，值得交往啊。我想等他来了之后，咱们先给他来个化干戈为玉帛，先谈正事儿，然后咱仨坐上汽车，找一个肃静的地方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就去大明湖的铁公祠，在那儿来他个车轮大战，造就出一个鲁沪商界的佳话来。哎，明哥，要么说这有文化的人呐，说话他就是不一样。哎，他说出来的话他就是好听。好，你抓紧来吧，我挂机了。哎，掌柜的，咱这飞虎牌叫的可响了啊！上海的客户等了好几天了，咱给他发货吧。飞虎牌要是进了上海市场，那林家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喽。老吴，咱什么事儿不能做得太绝了。我一会儿要到苗家去商量点事儿。中午你和东家到居丰德摆2桌，请一请南京以南一直到杭州、福建的所有客商。你让上海的客商坐在上座，好酒好菜，就说林伯清找了苗先生，长江以南的货咱就停了，对不住了。我让林伯清欠苗先生一个人情，让上海来的这帮人呐回去学给林家父子听。接下来咱们还要干大事儿，等闲下来的时候我再仔细跟你说。掌柜的，您不是说不能发善心吗？是不能发善心呐，可这虞美人从清朝就有啊，那可是名牌啊。要是毁在咱们手上，确实有点过分了。就这么着吧啊！哎，掌柜的，你忘了当时他怎么对付咱们的？要是单单一个林香荣，我怎么办他都不过分。可他爹出来了，咱们就算了。当初南京的协议是我签的，我签了3个月，过了3个月以后，南京的市场也给他让出来。老吴啊，长江以北的市场已经不小了。来看这步，来看多起，来别走，先看步，来迈步迈步，来现在看这步，啊别走，看这步。老板当的不错嘛。哟，进店了，来，喝水。哎，怎么着？有事儿啊？啊，掌柜的说了，把这一套全都收了，全都送回仓库，清点一下总数，明天一早全都发回上海。姥姥的，骂完了咱这就算完事儿了？啊？你赶快办，清点一下总数，赶快报上去。再说这些事儿，那不是咱能管的事儿啊！赶快办。伙计，收布、点数、车摊子，里边人出来，快点！来，全收了。快！六哥，哎，老三，坐。哎，老三，我给你派去的那几个伙计怎么样？哎，顾应的怎么样？六哥，什么都别说了。嗨，对了，上海那个林祥荣发来电报，说想把剩下的虞美人按正常的市价买回去。他那布啊，我已经给他运回到上海了。老三，林祥荣是个书生，难免把问题给想简单了。再说他爹找了苗哥，我看这事儿就这么着吧。他的虞美人可以在山东卖，但是我的飞虎牌就是不过长江。我再找你哥说说，把咱们两家的布啊再提上去1分。
让他虞美人低着点儿，也让他在江北和山东市场恢复恢复。哎，等他恢复了以后，咱们再把价钱弄成一样。老百姓愿意买谁的就买谁的吧，咱把花色岔开了就行。这论说中国也就这么几家印花布，本来可以没事儿。可他林香如当初想独霸市场，哎呀，把市场都搅乱了，好端端的一个开布染厂就被他打垮了。不过咱还得感谢人家林家，要不是林香荣打垮了开布，咱怎么能捡他一个染厂子啊？六哥，我哥他不好意思见你，他让我跟你说晚上想请你吃顿饭，叫上六嫂，咱们一块儿去汇泉楼。嗨，他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他又没害我。哎，老三，我告诉你，你哥为什么不好意思？他天天看三国，满脑子都是诸葛亮的这一计那一计，最后倒好，我在他眼皮底下摆下这么大的一个阵，他愣没看出来，他这才不好意思。老三。哦，对了，六哥，你给我说说，你什么时候对天津开布印染厂动了心思？说出来，让我也学学啊。这个事儿，这事儿我得想想。啊，当初我在张店要饭的时候啊，我碰到一个世外高人，也就是我师傅，他把我带到昆仑山学艺3年。最后我学成之后下山的时候，老人家特别交代，让我不要把招数交给一个叫赵中初的人。六哥，你可真邪！你这到底哪是真哪是假呀？